第一，要买万年笔，爱去倒位买？第二，我若有钱，要买衫裤。第三，阮太太去买物件。第四，你去买物件，买有无？第五，中华若买无，请你来台中买。第六，我去买，买无？第七，伊缀买册甲笔，你爱买无？第八，咱的册是陈先生缀买，毋是我。第九，你穿啥物人的衫？第十，你买互伊的衫，伊无爱穿。He doesn't want to wear those clothes you bought for him. The clothes that you bought and gave him, he doesn't want to wear. 11. 来阮厝食饭，好无？12. 伊要请咱去因厝，你要去无？13. 门无关，请你去关。14. 你讲你毋是要去中华，你要去倒？15. 有人要去新竹无？16. 有3个来食饭，2个还袂来。17. 我的册要互因2个人看。18. 有一个窗仔门还袂关，爱关无？19. 我洗衫，你去买物件，好无？20. 阮厝无茶米茶，也无咖啡，滚水，好无？21. 你要创啥？甲我来去中华，好无？22. 吴先生，你号做啥物大名？23. 这叫做啥物？24. 伊叫做阿美，伊是学生。25. 张先生无爱甲我讲话。26. 我要去新竹，你也要去，是无？27. 你去请王先生甲杨女士来食饭。28. 陈先生甲刘女士在讲话。陈先生在甲刘女士讲话。29. 我要做一领裤，毋是要做衫。30. 伊也有在卖裤，你要买无